已经有72档。过去训练栽培真侪咱真出名的传教者，也真侪信徒，即几档有转型成做在职牧者灵性的训练中心，所以有真侪课程，真侪帮衬即在职的牧师以及信徒，特别圣经学院有真水的所在，咱有真侪教会。伫遐野外礼拜，真侪团契拢会当来伫遐来举办聚会，欢迎咱有聚会，咱各单位拢会使来参观旅游，会当伫遐来做礼拜。另外真重要，圣经学院过去伫 COVID-19 的时阵，因为无人去，所以有甲银行借一寡钱，即几档为着遮个负债嘛试过咧。邀请兄弟姊妹来关心圣经学院，请咱有机会为着圣经学院来带导关心甲奉献。完全的医治，咱知影医治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福音。有两个原因，头一个原因，耶稣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耶稣一直做医治的工作。第二个原因。基督教的历史对18、19世纪普世的宣教运动，对欧洲对北美所发动这个宣教运动，甲医疗拢真有关系。1879年，马街伫咱的教会开始的北部台湾北部的宣教，嘛是用医疗做一个开始。生命是上帝所创造、所享受。你即嘛是即个生命，互咱充满欢喜快乐；有时嘛，互咱因为病痛、艰苦，领受无限的悲伤甲苦痛。人谁来艰苦破病？医生当然有甲咱讲，有可能是遗传、环境、食物、病毒。总是圣经嘛甲咱讲，人的艰苦破病有几项原因。头一个是人犯罪，犯罪了后。当然，你做唔到无好的代志，会影响你的健康所以咱就爱反悔认罪。第二项，人的艰苦破病是上帝的试炼。伫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兄弟姊妹讲，恁知我头一届传福音，互恁身躯有病，所以恁为着我身躯的缘故受试炼。但是恁无看轻我，也无气杀我。反倒当接纳我，亲像上帝的使者，亲像耶稣基督共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当时人艰苦破病，有上帝特别的旨意，是一种的考验。基督徒的生甲死，拢伫上帝的手。艰苦破病，当然有上帝的旨意，为着要试验咱。第三项。人艰苦破病，是因为无好好照顾家己的身躯。伫提摩太前书5章23节，保罗伫遐教示伊的客囝提摩太讲你胃口无好，定定艰苦破病，毋通照常啉酒，无啉水，你会当啉一寡酒真侪兄弟姊妹看这段圣经，讲圣经有教示咱来啉酒其实酒伫当时嘛是一种的药重点咧讲，咱唔通乱啉乱食，生活无节制，生活咧混乱，就是糟蹋家己的身躯，当然会艰苦破病。第四项是为了上帝荣耀。约翰福音书11章记载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，列撒罗破病。列撒罗阿姐玛利亚甲伊的阿姐玛带找人去见耶稣，因为这个家庭甲耶稣真亲密真好。伫遐甲讲主啊，你所疼的人破病，耶稣听见就讲这个病无抵到日死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拄则我讲基督徒的生甲死，拢既然伫上帝的手，生甲死，咱拢会通来荣耀上帝。今仔日圣经记载一个变水的，互人用破光来找耶稣。这款的故事不断伫耶稣的传道生涯中间一直出现。无论是车眉、范太哥的、白卡的、贵妇心，因哀伤来找耶稣，毋望耶稣解除因肉体的脱碍，毋望耶稣来医治因
通为着因有限软弱的活命带来医治甲不忘。耶稣看见这款苦痛的一个性命的变衰，耶稣甲伊讲：细囝啊，放心啊，你的罪赦。咱台湾讲用讲的，用讲的较紧。最后，耶稣伫众人议论纷纷中间行一个神了，叫这个变衰的摕伊的袍啊起来行，互伊倒转去的厝，归荣耀互上帝。耶稣要互伊无完全的性命，无完全的肉体，一个完全的医治。这个医治是包括心灵的重建甲治疗。这也是咱基督教福音的一个重点。上帝要互人的是一个完整、健康、活泼、有唔忘的活命。你即摆对这个故事，中间，咱佫较会当体会人有几种的需要。头一个人的肉体需要上帝的医治。创世纪第1章、第2章讲上帝用土创造人，所以人嘛需要用这个土所生产的五谷物质来维持咱肉体的生存。总是这个土所创造的器具，有时嘛会败坏、会歹去，有失去功能的时阵啊。像即摆咱若去买一个物啊，嘛是拢有使用期限啊，使用的期限。你看咱的手机啊，有人定咧换手机啊。手机啊，若用10档拢袂歹，这做手机啊公司就倒去啊，一定会歹去啊。人的肉体遐尔软弱，当然嘛是会歹去啊。总是咱拢想尽办法咧敲找迄个养生之道，毋通保持咱肉体的功能，会当更较耐用，百病不侵啊。拄则咱读的课文讲，咱的年岁是70岁，那勇壮的通到几岁？80。顶礼拜咱庆祝上年，我看咱80岁以上可能超过几百个人，几百个人，上年特别的稳定啦，几稳定。2000当前，这个变衰的艰苦破病，专家咧讨论，有可能是这个小儿麻痹，嘛有可能是这个血筋塌掉所引起的中风。这种的症头都伫当时当然无能为力，无医生通医治。所以，伫绝望中间，因来找耶稣，期待耶稣行一个新力来医治伊。对基督徒兄弟姊妹，对咱来看，身躯的主权是属上帝，总是照顾身躯健康是咱真重要的责任。咱毋是艰苦破病的时阵，咱才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新力。有当时新力若无伫咱身上发生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上帝啊，你无听我。上帝啊，你无稳定啊！求主帮助咱伫逐样的苦痛病痛中间，有主特别的看顾甲怜悯。即几冬我去过真济咱的教会，咱教会遐艰苦大道的名单有够长啊，有够长。求主通过逐样的方式来医治，来帮助咱。人的肉体病痛医治可能有3种的方法。头一个是自然的医治。咱若较食运动，身躯有这个抗体，咱复健，咱当然就会得到医治，得到好。这是50几当前，55当前，我拄信主的时阵，有一个反共救国祈祷大会，无人要去参加。我的牧师讲在个你拄来教会吼，你去参加。我真正就去参加这个救国祈祷大会。参加的人无足济。迄个牧师讲道讲什么我袂记，但是迄个大会请当时嘉义县的县长，伊是一个老中医师，伊来致辞啦。伊讲的话我阁会记咧。伊讲恁信基督教，恁这基督徒爱信哦真，恁爱真正信恁的上帝。伊讲捌一个患者来找伊，因为腰酸背痛，伊就开一个药单互伊，结果这患者就转去。后礼拜过来，伊甲问讲你有较好无？伊讲好啊，拢袂痛。伊讲你去地摕药啊？伊讲无啊，我著甲即个药单搭伫脚趾边，就好起啊啦。伊讲因为即个患者相信我即个医生的判断，开药单伊就好起来。所以恁信基督教的人恁对恁的上帝要有信心。55当后，我阁会记得即个老院长讲的话。无食药啊，有当时咱的身躯艰苦破病嘛好啊。嘛有超自然的医治，超自然的医治就是信力。
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啊！总是这个心也真少。为怎样？因为伊啲权柄是在伫上帝，伊啲权柄毋是在伫牧师的手啦。有当时，阮做牧师探访去病院的时阵，嘛真爱甲会友换手祈祷。总是我拢会互兄弟姊妹知影，伊啲权柄无在伫牧师的手，是你的信心，你对上帝的信心，上帝会听甲怜悯恩典，毋是有求必应啦。若无伊，就毋是超自然的意志。伫路加福音书第5章记载讲，耶稣的名声哪播扬出去啊？有真侪人拢要听耶稣讲道，毋然呢，因期待耶稣来医治因的病啦。因为耶稣伫当时，毋知看到一科我毋知影啦，吼，总是名医啦，逐个人拢要找伊啊。总是即个圣经甲咱讲，耶稣退到旷野去祈祷。耶稣知讲，伊来这个世间上重要，上帝差遣伊来，是为了要见证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病痛中间，咱对上帝充满期待，充满信心，对咱的亲人、咱所疼的人，充满关心甲祈祷，是咱的责任。第三，人的肉体需要医治。咱相信现代医学的医治，上帝予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，特别是台湾人，咱人人有健保啊，咱要看病啊，要食药啊，真方便，真紧。所以咱来感恩啊！我有拄到真侪老兄弟、老姊妹啊，身躯艰苦的时阵，讲牧师啊，我有够歹命啦，我食到遮侪药啊，对无？其实你也得到头想，你也感谢上帝。我遮尔济病，拢还佫有药啊通啊食，得到头想啊！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咱还佫有药啊通啊食。我会记20几年前，我甲咱的教会参与伫阿卡宣教的时阵，伫迄个阿卡的所在，有迄个部落的囡仔疟疾，因为找无药啊通啊食，落屎落甲人死去，逐个心则艰苦的。咱是感觉讲疟疾，你著食一个。迄个药啊，吼，足简单的药啊，伫台湾四季拢有啊。所以你爱为着你有病有药啊通啊食，有医生通看，有人照顾你，你爱感恩。我最近经历这的病痛苦痛，我家己的感受。头一个兄弟姊妹，咱艰苦的时阵，咱来甲咱的艰苦破病交专业优秀的医生啊，就是讲你爱找到适当、专业好的医生。我的牧师娘艰苦破病，会知我是对淡水德威病院病房来咱教会讲道，真正咱都要找到好的病院甲医生啦。我的牧师娘过去年5月开始着胰脏癌第3期，找过荣总、台大、马街、中间4个医学中心啊，你就知影讲安尼走总吼。咱来找到适当的医生。第二样，兄弟姊妹，咱来甲照顾、调整身躯的健康，交代你家己。你家己爱努力去调整、照顾家己的身躯。第三，因为咱的信仰，咱来甲性命交给上帝，这是一个真深的功课。今仔日更较重要，咱每一个人对家己的健康、对家己的活命有种体验甲把握。咱知影上帝听甲因错是甚物，而且更较重要，咱要有智慧，怎样照顾家己的身躯，是健康，是艰苦，是艰难，咱拢欢喜用感恩顺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来超找主更较丰盛的保守甲看顾。第二项，人的心灵嘛需要医治。像你即摆一个人的心灵若无健康，你的身躯、你的肉体嘛未完全。你会定定艰苦破病，所以圣经甲咱讲喜乐的心、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、心神和骨头拢高大起。所以拄则我讲，有当时真侪艰苦破病，咱若心灵平静、生活正常、好好调养，来保养咱的心灵，有当时无食药啊嘛会好起来。总是苦痛是今仔日咱一个人活伫心灵的困迫甲苦痛中间。有当时是外在环境互咱的压力，
咱的职业、咱的家庭，这个社会互咱的压力，总是较济有当时是出伫咱内心的问题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家己内心的问题，咱的心灵若充满无限的欲望、愤怒、怨妒、记恨、忧愁、自卑、空思妄想，有这罪，这苦痛，这迄种需要上帝特别的讨白，需要上帝特别的医治。简单的讲，咱常常用迄个别人的错误、别人的唔对、别人所做的错误来刑罚咱家己，也是刑罚活伫你身躯边的人。这是一个真大的苦痛。其实 EQ， 咱讲做情绪智商哦，甲灵性才有关系，才有关系。一个人的心灵若无健康，你若常常发脾气，你若常常苦毒家己，你当然身躯会袂有健康。咱若通过一个正常的信仰生活来建立一个健康、开阔、活泼、充满自信、乐观的心灵。更重要就是讲，你知影怎样要去调适家己的行为，去调整你家己，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挑战、面对问题。咱才有法度去面对生命中常常临到咱身上的压力甲挑战。所以箴言甲咱讲着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怎样管理修养心灵的功课？用真实的信仰来锻炼医治家己，互家己的身躯、心灵、灵魂拢得到健康，比咱拍拼去趁着这个世界更加重要。年轻的时阵，咱拢无少身躯的健康，拼命要趁钱，总是有一日咱失去健康的时阵，咱拢想讲用较侪钱。看当换到健康嘛，总是迄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，互咱家己的心灵拢得到健康，比去趁这个世界更加重要。第三项，人需要甲上帝好好，而且得下罪的顶头线。好好是基督教教育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信息。人爱甲上帝好好，当然你爱甲别人好好，来恢复迄种亲密的关系。人爱得到上帝的赦免，认罪悔改，来过一种顶头新的生活。这个过程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。今日咱所读这个圣经，这个反变罪的来找耶稣。耶稣知影伊的问题，毋那伫伊身躯的病痛。耶稣知影可能遮侪当的艰苦破病，带予伊家己的亲人，带予伊的家庭，侪的重担甲负担。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，所以对伊的人生来看，可能充满一苦痛、一艰苦怨恨。伊的灵魂、伊的活命，拢需要医治。伊内心蕴藏一罪恶，需要你遐得到赦免。而且更重要，通过认捌主耶稣基督，伊开始得到赦罪了后，有一个新活命旅程的开始。所以，这个变罪来找耶稣，耶稣大声用上帝所赐的权柄来赦免伊的罪。了后，耶稣也医治伊身躯的病痛，也互伊的肉体、心灵拢完全来得到医治。这款的医治，嘛是今仔日，嘛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所需要。移山倒海，信心家己倒。伫马可福音书11章22到24节，彼得里亚向耶稣报告讲，迄无花果树受咒诅了后，已经高大的事。耶稣里亚一人讲，恁着信上帝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甲这座山讲，你刷开这个所在，投入海里。伊若心内无了义，信伊所求的，就要成，就要甲伊成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既然祈祷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恁若信得到，就要得到。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书嘛，甲因讲，恁求就得到，找就拄到，拍门的就甲恁开啊。那咱的祈祷，上帝敢拢无听到？咱所信的上帝，
是毋是迄个有求必应的上帝？我常常咧想讲，啊，我都有祈祷，山它伊无开开，无散开啊。拄则咱读的圣经耶稣，毋是讲咱会当移山倒海吗？会使甲山刷去海，山太无散开啊。兄弟姊妹，你会祈祷，你常常会去受这样代志无？山伫倒落，山伫你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咱咧读拄则这段圣经，就毋通照里面去了解。毋是照里面去了解，而且耶稣咧讲，迄个祈祷意义是人的关度，毋是看度。咱免哪祈祷，信心的祈祷是一个关度，甲看度无共啦。看度是讲咱看愈济，啊，我愈求愈济，啊，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，啊，我求的上帝，你拢爱互我。什么是祈祷的关度？好像兄弟姊妹，我感受讲，咱来勇敢接受迄个无法度改变的代志。你的祈祷，亲像一个神学家讲，你要接受你的人生中间迄个无法度改变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什么是无法度改变的？你会变老，你一定会变老。我拢想讲，我神学院毕业尔，迄是40当前的代志啊。我已经70岁啊。人一定变老，咱会变老，咱无永远少年。第二，咱一定会艰苦破病，袂因为你拼命祈祷，你拼命服侍，你逐礼拜拢来唱圣歌队、参加诗班，啊，你就袂破病。咱一定会艰苦破病，咱一定会死亡。有一日，咱已经离开这个世间。最近兄弟姊妹，我嘛咧想讲，咱的祈祷，这代志袂改变，咱个祈祷敢会当互风台改变？我毋知你捌去想这样代志哦。风台足强的来啊！因为咱教会祈祷会，逐个兄弟姊妹拼命祈祷，所以无畏淡水入啊，就扫去菲律宾去。啊，咱讲啊，感谢上帝！啊，总是咱袂记你讲扫去菲律宾去40几个人啊！啊，你哪会咧感谢上帝？人的祈祷敢会风台改变？风台上帝予伊一个定律啊，一个气象学啊。咱伫风台，咱的祈祷是讲安怎避烦心。啊，莫受伤大的损失吼，迄较重要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咱的人生中间，你爱祈祷讲，我有勇敢努力去做迄个会当改变的事。因为人的生命拢有迄个无限的可能性甲创造性的空间啊。拄啊，亲像我讲我的牧师娘艰苦破病，啊，四过去找医生、找医疗共款啊。毋通拼命祈祷，足侪教会真侪。同工拢去替阮牧师娘祈祷，啊，所以迄是你爱去努力，互遐个较大的创造性的空间，创造性的空间。我伫3个月前，我嘛得到社会腺癌第2期，啊，所以真张毒啊，真张毒，总是后来做真紧的决定，因为要爱顾阮牧师娘，啊，所以我赶紧就做达文西，一礼拜就甲处理掉，处理掉。毋免阁考虑啊！我上帝你怜悯医治我，医治我。圣经讲第3项，你要有智慧，兄弟姊妹，你要有智慧去分别什么第1项会袂当改变的，第2项会当改变的。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，咱拢有一寡虔诚的祈祷，甲毋忘期待上帝听。我2当前对台北中华总干事退休了。受聘请去新竹圣经学院担任公关主任，啊，我想讲，会当甲牧师娘离啊一个较退休的生活啊，啊，总是上帝甲这种的想法拍断。我伫新竹的这个宿舍足水的，外口有大樟树啊，有草坡，透早有鸟啊，离啊来食早顿，啊，有溪水、约旦河，遐尼水的所在，我想讲我会当离遐退休。总是上帝拍断我这种想法。圣经讲人的念头，上帝的念头毋是人的念头，上帝的路毋是人的路。啊，所以对去年的5月甲下早起，这一冬6个月来，我有超1/3的时间拢困伫这个桶仔骹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这个桶仔是啥物桶仔无？这是淡水。马街病院20病房，迄就是咧专门咧做化疗、
做癌症的病患。我拢困伫这个下昨暝我嘛困伫这窗仔骹。后一下晡我看这个日头夕阳足水，我才甲翕起来，甲翕起来。你想袂到，本来想讲我爱住伫新竹，但大部分有3分的时间，我拢住伫竹围仔的淡水北北。因为开始经历一段艰难的路，艰难的路。我一世人做牧师，徛伫讲台，我拢讲性命伫上帝手，生甲死拢要荣耀上帝。总是面对足试炼，我当然一直祈祷，我嘛相信讲真侪兄弟姊妹咧替阮祈祷，真侪教会咧替阮祈祷，讲上帝你敢拢无听啊？我摆甲真清楚啊！第一是项，第二项是啥物？第三项是啥物啊？有当时咱也拜得足济，上帝拢一步一步甲咱行，一步逐项拢听咱的祈祷，迄毋是上帝，迄是奴才。因为奴才才照你的命令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嘛。上帝的想法、上帝的念头，毋是咱的念头。所以这一冬外来，我一直咧想讲，咱的祈祷要改变的是啥物啦？上帝是一条人一条线，这2条线什么时阵会卡做伙？上帝伫历史上通过启示，要互人了解人滚落来，人通过祈祷、通过诗歌、通过咱心内的吐气，圣心帮助咱。这2条线对一条会咱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兄弟姊妹，你想看卖？对一条人啊，人啊，咱有咱的私心，咱的想法，咱的意爱。咱咧困求嘛，总是祈祷要改变，毋是求上帝爱改变的。祈祷是帮助咱迄个关度，哪来哪亲近上帝，哪来哪接近上帝，体会上帝对每一个人生命的业力甲旨意，对咱的引带是啥物啦？咱的活命会当活伫上帝的手，迄个意义是啥物啦？迄个更较重要，迄个更较重要。毋是我求什么上帝，你都爱互我。这个世间人生所有的，有一日拢会消失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日拢会无去啦。最近我有网络看到讲，人生分做3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是咱离开这个世间，咱离开去身。真侪人来讲什么人？因为捌咱的人真济嘛，这人会感觉可笑，感觉可笑。第2个阶段是捌咱的人嘛，拢离开去啊，伊嘛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就无人捌啦。第3阶段就是这个世间恢复本来的世界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兄弟姊妹，今仔咱所有的有一日拢会消失，无论你所看重的亲情、家庭、关系。地位、权力、钱财，所以咱要去面对迄个功课是断去、断、放杀、离开啊！迄是一个真艰难的功课。要甲一领衫裤、一领衫裤一本册等伊讲，咱拢感觉遮毋甘。总是伫咱的人生这款的功课，是何等需要更较大的智慧甲信仰，互咱的开达。只有一项。上帝永远活伫咱的生命中，未改变。什么？咱咧讲咧永远活永生啊！永远活是什么？永远活是咧讲，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无论你伫倒落，上帝永远甲你三角地带，上帝无放杀你。一个神学家邱国国讲，迄是种生命的跳跃，信仰的跳跃，就。背入去永远活内底，上帝永远活，上帝永远的国度内底，这是一个真艰难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咱来面对家己的肉体，哪来哪衰弱？咱的身躯的病痛，会哪来哪济哪艰苦？甚至有一日，咱会面对咱的亲人的离开，咱家己嘛要离开这个世间，这拢是咱逃闪袂开的功课。求主帮助咱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常常来到伊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互我得到你完全的医治，互我得到你完全的赦免。求你互我一个新的心，这个新的心是伫耶稣基督内底
过一种顶头生无共款的生活，无互心灵的软弱，心灵的变碎，肉体的病痛，成做咱的性命伫上帝手来得到完全医治的脱解。当心来祈祷，主你是阮活命的源头，活命的主宰，阮只有仰望你。每一个软弱的活命，每一个软弱的灵魂来到你面前，需要你特别的看顾、帮赞、医治、赦免。愿你引带阮伫你面前感恩、交托、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